星光伴讀比較西藏同香港嘅問責制，作者馮偉剛。香港係特別行政區，西藏係自治區，兩者都係喺我國行政上有特別安排嘅區域。內地同埋香港都強調對官員嘅問責，且看近日兩者如何實行問責制。先睇睇香港，特區政府喺2025年嘅10月14號，香港時間16時發表新聞公佈。其中最扎眼嘅就係有關物流服務處處長陳家信嘅原文有兩段提到陳家信，佢話現任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郭黃永琪將於2025年10月27號出任政府物流服務處處長，接替已於9月19號展開退休前休假嘅陳家信。對於陳家信，楊何蓓茵就話啦，陳先生在出任政府物流服務處處長期間，致力喺物料供應、運輸同埋車輛管理以及印刷方面，為政府部門提供優質嘅服務。在出任房屋局主任特別職務期間，陳先生推動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香港法例第7章）嘅修訂，對分間單位實施租務規管措施。言下之意，陳家信順利退休，安然着陸，全身而退，休假去啦。更重要嘅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代表政府讚揚陳家信為政府部門提供咗優質嘅服務。對於2個月前嘅政府飲用水風波楊局長似乎忘得一乾二淨啦。但係香港市民會忘記嗎？會唔會覺得意難平呢？會唔會問，倘若同樣嘅事情發生在私人機構，涉事嘅第一責任人能夠全身而退嗎？我哋不妨睇睇西藏如何對官員問責。今年9月19號下晝4點30分，喺西藏江孜縣舉辦一個名為蔡國強升龍嘅煙花 show。煙花 show 經社交媒體直播，引起全國嘅譁然。西藏自治區立即調查事件嘅原委及其對環境嘅影響。須知道該地區屬於係喜馬拉雅山嘅山脈，係環保極脆弱嘅地區。西藏江孜嘅事件同陳家信嘅飲用水事件可以一比嘅。同樣係政府官員嘅決策失誤，西藏江孜嘅決策對環保有影響。特區陳家信就係買水中招。西藏政府反應好快，10月15號，即係事發唔夠1個月嘅時間就有調查嘅結果啦。更重要嘅係，西藏日喀則政府立馬對涉事官員作出嚴肅嘅處理。據官方嘅通報，該煙花 show 活動係江孜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未經集體研究批准同意實施，存在違規決策嘅問題。縣委縣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存在請示報告制度唔落實、執法監管唔到位、依法履職不力等問題。根據幹部管理權限，自治區紀委監委、自治區黨委組織部議案程序對縣委書記陳浩立案審查調查並免職，對縣長多吉普拉立案審查調查。日喀則市委同埋市紀委監委、市委組織部已對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倉木缺、政府副縣長崔國祿、黃紅梅、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李靜立案審查調查。對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桑布誡免，對縣政府副縣長、公安局局長李積平免職，對日喀則市生態環境局江孜縣分局局長次成江措、縣自然資源和林業草原局黨組書記達次免職並立案審查調查。一場煙花 show 令到至少10名嘅官員或被免職，或被調查，或被誡免。相對引起特區公務員同埋社會議論紛紛嘅飲用水事件，香港特區政府至今仍然在調查中。涉事嘅物流處處長陳家信退休及休假去啦，仲要獲特區政府發新聞稿稱讚。內地要官員問責，劍及利及，反應極快。香港特區官員涉事調查需時，涉事官員全身而退。陳家信以至有份拍板嘅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黎志華等，呢2位同屬政務官 AO， 冇被免職，都冇被誡免。陳家信嘅退休金都未聞被扣起作懲罰。對照特區同埋內地嘅安排，香港嘅政務官們應該慶幸香港係實行兩制嘅。但係以今日嘅資訊嘅發達內地官員同埋民眾看在眼裏，佢哋會作何感想呢？北京西城區月壇南街77號嘅滾滾豬公又會作何感想呢？